是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台中市，中昼开始落大雨，大理区里的3点钟内落51毫米的雨量，仁化路严重积水，甚至涌入去路边的徛街，遐当咧做下水道的工程。这个工程的护栏嘛因为地基挖空来斜落。现场的状况，请记者黄仲莹讲予咱知。 好的，主播，我们看到在台中市大理区的仁化路路旁的店家用手机拍下屋内淹水的画面，水不断从屋外涌进来，店家的货物摆在1楼，来不及搬走，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货物泡在水里头。来看现场屋内进水的画面。 另外，仁化路这边也同时在进行地下水道的工程，但是这里从中午就开始下起大雨，整条仁化路严重积水，甚至工程的护栏也疑似因为地基掏空而塌陷。工程单位紧急在外围用圆锥桶加强隔离。台中大理从上午10点多就开始下雨，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降雨达到35毫米，仁化路的积水来不及宣泄，淹进路旁店家，居民怨声载道。 以上是台中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台北。